台南市富强里30多名长辈坐在社区关怀据点，除了听卫教课程，也要学习现在最新的媒体识读。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团队讲师从基本概念开始，到分辨消息、认识诈骗手法等等，一一说明。对 AI 现在趋势互会当辨识真假互会当了解现在诈骗的手法那万一拄到，就是要停看听。有看到那个假信息。还有那个画面也有是假的，辩论要看他的皮肤、眼睛还是面孔。我还阁从来毋捌讲听到遮尔好，遮尔讲较足好因为你这个骗诈骗的，即马足侪，所以阮这老人阮80几岁，大家都唔知道，为啥这个常识，今天学到很多。谢谢你们。有时候有一些假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要多了解你们今天来这边，我当然是很高兴让长辈知道很多的诈骗集团的那个信息现在是变来变去，变很多花样而且长辈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辨识那么多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你们中嘉宽频。透过媒体识读课程，让长辈们受益良多。讲师更进一步用“你搞懂了没”加深记忆，同时推广第3公用频道，让假消息杜绝。媒体识读，记蒋生怀谈的报道。